金城历史。1874年，因为琉球渔民拄着风台，漂流到台湾，互原住民杀害。就安尼，日本军队有借口来拍屏东，全国命令新保证做钦差，来台湾备办防务。9月开始起造李坤新炮台。1876年，完成台湾第一座西洋式炮台，城门写“益大金城4字，伫昆新海岸甲保护台湾的重大任务打起来。1905年，日本时代炮台不受损害。1975年，台南市政府纪念起造炮台100栋，才搁照原登起变做眼时前这款。1999年，搁一摆进行整修，才登开放。最后一届整修的时，有挖到一部分原本台地土壤的遗迹，现此时用玻璃搭甲伊盖起来保护，嘛开放予民众参观。